这时，咱请咱备办心、安静仔的心，来要准备做今仔日的礼拜。请咱将咱的手机关起来，也是甲关静音，会记得关起来吼。若是时要到，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要用，真实敬拜
要用神真是敬拜爸，因为爸是爱祝福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心来敬拜。只是咱要请敬拜团来带咱学乐。话这样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作为赞美他，要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赞美耶和华，也要赞美耶和华。用这个平常一同齐力，有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一切美好的创造，并且美好的天气。我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穹苍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气息的，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敞开胸怀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高声欢呼赞美他。我们要鼓瑟弹琴赞美他，我们来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用丝弦乐器赞美他，有气息的来赞美他。我们要鼓瑟弹琴赞美他，我们要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用丝弦乐器赞美他，有气息的来赞美他。欢喜欢喜，起来起来，荣耀自在，大主宰，如同花朵将最绽放，我们心向主敞开。黑暗游走，罪恶隐瞒，靠主他们尽驱散，赐下祝福，欢喜喜的光明。我们再次欢喜欢喜，欢喜欢喜，起来起来，荣耀自在，大主宰，如同花朵向日绽放，我们心向主敞开。黑暗游走，罪恶隐瞒，靠主他们尽驱散，赐下祝福，欢喜喜的光明与我同在。黑暗游走，罪恶隐瞒，靠主他们尽驱散，赐下祝福，欢喜喜的光明与我同在。我们要鼓瑟弹琴赞美他，我们来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用丝弦乐器赞美他，感觉气息的来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穹苍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但有气息的来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但有气息的来赞美他。但有气息的来赞美他，但有气息的来赞美他。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这样子说：但是他承担了我们的忧患，他担负了我们该受的痛苦。我们反认为他该受责罚，该受上帝的鞭打和苦待。为我们的罪恶，他被刺伤；为我们的过犯，他被毒打。因他受责罚，我们得痊愈；因他受鞭打，
稣在这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避难；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避难，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的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他受的刑罚，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请继续站立。这是咱要来读新的概念，咱最近来读，你着真心、真性、真意，敬尊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就咧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通过甲先知总分头，我临时来甲你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甲听你，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真人免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要来读启领文，记载伫古圣诗第22篇。我来替恁来印。我的心神啊，你着阿罗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阿罗耶和华。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赎你的性命，
吹就无去。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甲永远。就是遐会遵守伊的约。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恁遮会有大权能的天使啊，听伊的声，食伊的命令的，着拢学乐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逐位，拢着学乐耶和华。即时，咱要来暗头祈祷，请做阵暗头祈祷。阮疼痛的天父，万权能的父，阮搁一摆感谢你，互阮来到你的面前。阮常常为着未来有担心，有看虑。阮今仔日将你所赐互阮的力量，阮求你会当，互阮搁较满满的成就来倚靠你。求你互阮学习，甲重担放伫你的手中，互阮知影靠你来为阮来备办的未来，是因为有你的同在，阮会当安心自在。愿你会当互平安，保守阮的心怀意念。互阮伫时时刻刻拢会当得到主你的保护，阮会当心安然徛起，伫你倚靠主你的手内，你的怀抱中得到平安。即马世界有战争，百姓真艰苦，愿主你赐下怜悯，救遮的百姓脱离迄个歹的。求主，你也互即个战争会当早日会当停煞，互遮百姓免得日日艰苦。阮安尼将阮一切仰望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听阮的几句的祈祷。阮安尼伫你的面前祈求，拢是奉靠主你的名求。阿门。即时咱要请放总团来学乐。
要来读圣经出埃及记17章第1节到第7节，我来读，恁来听。出埃及记17章第1节，第1节到第7节。第1节，以色列人全会趁耶和华的命令，照路点对遐的旷野进前行，直日规定早营，百姓无水通啉。第2节，百姓就甲摩西计较，讲：互阮有水啉。摩西甲因讲：恁啥事甲我计较？啥事试耶和华？第3节，百姓伫遐真喙干，爱啉水，就哀怨摩西讲：你啥事带阮对埃及上来？互阮甲阮的囝儿、阮的前生拢喙干死啊！摩西就求叫耶和华讲：我对即个百姓要怎样做啊？因差不多要用石头钉我。第5节，耶和华甲摩西讲：你做百姓的头前行，带以色列的长老几人甲你去，你的手着举，前日拍雨水的板仔，看，我要徛伫你的面前，伫雨热的石盘顶，你拍迄个石盘，要有水对遐流出，互百姓啉。摩西就伫以色列长老的面前安尼行。第7节，因名迄个所在叫玛撒，搁叫做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计较，搁因为因此耶和华讲：耶和华伫阮中间也无。罗马书第5章第8节，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因为咱有久做罪人的时，基督替咱死。以上，咱今日要请黄牧师甲咱证道顺随意的信心。恁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搁一摆来到咱教会做伙来敬拜乐主。咱的教会这期即嘛是正是讲要准备耶稣要去到耶路撒冷入城的即个过程中间，咱讲准备的即个历程啦。咱的心志就爱亲像敢若对耶稣要来面对一个人生的一个真大的挑战的课题，就是要通过即个考验，然后要来翻转咱人类的即种互罪恶束缚、牵制的即种人生生命。所以耶稣面对的即个课题，其实也就是咱每一个人信仰历程的一个课题。所以咱一世人咧行即个人生信仰的历程，其实是就敢若亲像一个即个教会这期所咧提醒咱的，即个无共款的经历，起起落落，无共款的挑战，大大小小的课题，再就是要面对即个最后会通入去即个耶路撒冷圣城，当然耶稣要带咱入去新的一个锡安圣城。上帝国，所以咱人生的路程咧经历，耶稣嘛是咧经历，所以圣经记载即个耶稣的在世的生活，在毋是咧干那讲着讲，伊会通行神迹，伊会通即个赶鬼，伊会通即个医病，还是讲变饼，变鱼互人食，毋是干那讲着即个部分。较要紧是耶稣的人生，就是甲你甲我同款，会拄着即个试探，会拄着即个苦难，会拄着机器，
种种遮个人生，咱拢会去拄着的，耶稣拢有经历过。较要紧是讲耶稣安怎来继续行完成伊伫人生世间的即个路径，这才是上重要。也就是讲，咱每一个人，咱要安怎来完成咱伫地上，上帝互咱的即个画命，咱要安怎来行好真实在，行了真美善、真充实，会通即个无遗憾，来经历咱即个人生生命。咱即个信仰就是要一个真要紧的标准，标准。这个是咱今仔日伫即个圣经咧讲到即个信心的代志，信心的代志。要顺撒人的心意的即个信心，这是咱每一个兄弟咱爱真用心来面对的一个课题。那照咱自己来书，咱真熟的这段圣经节，这个是讲这个信就是所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这是我即马拍下来，这是新译本的中文这个圣经咱白话字是讲所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所以信心带互咱人有即个真实感甲把握，就讲我人生虽然充满侪无确定性，我无法度一定知影讲我过来会拄着的，但是呢，我相信，包括即个信心会通分真侪咱生活中的赞处的即个部分一部分可能就是讲咱家己个人对咱家己的信心嘛，我家己对我家己有信心。对我的即个厝内底人，也是讲对我所做的事业，种种这代志，咱拢有信心。但是，局部来讲，即个上根本的，会通支持你甲我来确定咱人生所有的信心的上主要的，也就是对迄个生命，将来生命迄个望，会通来成做咱上主要的标准嘛。所以希伯来书咧讲的，就是咧讲到即个。真要紧的即个信仰的核心，然后咱用即个做基础了，咱的生活就会通面对遮个种种大大小小遮个挑战，所以即个信心带互咱有真实感甲把握，毋过就是讲咱咧经历，就是毋是讲我即摆有我就会通敢若亲像家放起来。好起来了，可能保险箱内底拢袂去收个外在影响，还是讲新款的物件，所以我即个信心拢真顺。这真困难真困难，因为咱现实的生活课题，对操练面对这个课题是咱的信心的动摇。这个信心动摇就是讲，毋是干那讲对这个将来的代志对咱现主是咱可能对咱家己所咧做的代志。咱本来真有信心的代志，咱嘛受到环境的变迁就算咱无去这个按算拍算到的代志，这才发生呢，咱会感觉讲就是对咱开始就是会产生家己可能咱家己嘛会产生对咱家己的这个压力，咱对咱的朋友嘛是可能安尼，所以对现主时的状况，咱无照咱的按算，还是讲环境充满着即侪无确定性的事，咱会。就开始会产生即种的动摇，即马国际的情绪，情形，种种的咱嘛可能会去间接着影响着咱，还是讲咱厝里头的咱的亲人朋友，所以人生的旅程敢若嘛是一个旷野中的即个旅程充满着即个无确定性，所以咱爱面对的就是即个操练的课题是，这个是一个真现实的，所以咱的信心的动摇。所以每一个即个兄弟姊妹，咱咧行即个天路的时候，有真侪时阵咧拄着一个真大的即个课题，咱嘛是爱去学习咱的兄弟姊妹来甲咱分享讲，伊拄着艰难的代志的时，咱可能拢会想讲，有坚定的信心咱拢可能直接就会来讲。但是即个经历，每一个人拢无共啦，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圣经即个出埃及记。咱常常爱提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百姓讲上帝已经对伊哪好哪会讲安尼不时就咧奇奇嘟嘟咧来往，
你若我是敢若是安尼吼，咱有当时咱对咱家己真自信啊。但是咱每一个人所拄着的经历，拢无一定共个是。毋是咧讲啊，伊若来甲咱分享的是咱拢免讲话，还是讲咱就是甲伊共款讲好啊，就做伙来累积哦，毋是啊。是咱知影讲迄个经历吼，即个课题实在是咱让咱无法度好经历嘛，咱人生的过程的即个功课，无法度好做，哦，无法度做。迄毋是敢若讲，即个寒暑假囡仔放假了啊，要开学前，老爸老母佫家己替伊做功课，遐尔简单的吼，迄边找资料，哦，无顺流咧教迄钢琴学生啦，愈若放假了，我拢看迄家长伫研究讲，即个肖老师你有啥物款的物件啊？是啥物吼？阮囡仔要创啥？我就知影讲，暑假是寒假的作业写袂了啊！老爸老母拢真紧张哦，这囡仔要来解决问题啦。无法度，人生的课题毋是讲遐尔简单啊！啊，伊即个八字你也想着讲吼，因对即个约瑟，然后伫遐做宰相400年，至少有400年，超过400年伫迄个所在生活，所以因受着艰难的即个奴隶的生活，毋知影几年啦。所以伊可能困境，然后要逃跑出来，改变对耶和华上帝的信任嘛。哦，这咱嘛是共款啦，咱嘛是共款的学习，咱一世人要安怎来真正会通顺上帝意来建立即个信心，这是咱每一个人所爱去面对的一个课题。所以咱今日所读的即个技术吼，就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已经进入到迄个路程的半路啦。伫旷野，所以遵照上帝的指示吼离开嘛吼，然后一路行到即个新即个旷野即个所在，一路咧行，然后圣经讲到即个即个离开定的所在安营，这旅程看起来真好啊，就离开即个受奴隶的所在，但是较要紧就现实的代志出现啦，旷野，吼，咱有机会去爬山啥物啊，伫外地，咱上海最爱找水。水来走有够，走有够是真困难吼，喙干，无水通啉啦，无水通啉比无物件通食佫较艰苦，佫较危险。所以即个课题就拄着啦，出埃及的代志，伫旷野中间，照讲是要自由应允之地要行，迄就是讲还未看到，但是知影讲咱已经离开受奴隶即个统治的即埃及的所在，咱会通去到一个。上帝要应允的所在，但是呢，现主是拄着就是现实的生活的考验，无水通啉，哦，这是圣经讲的，就是所以这个起因咱来回头，搁该倒去看，讲以色列百姓伫埃及做奴隶，因甲上帝求讨讲，哇，这真艰苦啊！你若是我的上帝，你甲阮听阮祈祷，阮咧爱爸叫母，你拢无咧插我，咱嘛是真侪时阵。伫咱的人生的困境中间，咱嘛会去拄着艰难代志，要求耶和华上帝，来甲咱拯救，带咱行出一条新个活道路。所以起因，咱今日读圣经即个代志，就是以色列已经伫埃及住一段真长的时间，但是反倒已经袂记哩因早前的代志是，就开始用遮个，毋是阮埃及人的即个架卡伫阮即所在，即以色列百姓。来做因要爱因做的遮个苦难的代志啦，吼，艰苦的代志。所以出埃及，即个事会成，当然一定爱有讲好，咱决断要来离开，但是哇，强权势力，国王法度咧甲咱统治，有阿兵哥咧甲咱管，咱要安怎会通改变？无，事实无拄好，就去互掠去关监，若搁伤过超过，就可能被人斩头。啥人要去做即种代志？信心嘛，有信心改变，有信心讲好，咱做伙来做一个咱所要爱的、咱所要祈求的、咱所要期待的这个理想，就是来一个新的所在，离开即种受人压制、困住的即个埃及的所在，出埃及，即个代志要成，就要有信心嘛。这信心建立伫对。即摆即个出埃及记吼，即个技术拍电影有迄个电影版的，有迄款卡通的，足侪人拢咧讲即个出埃及的，大家当然是较要紧是
摩西行神迹，摩西行神迹，上帝警告摩西。当然摩西的技术搁另外一个，摩西要做上帝的工人，做上帝罗幕迄个代志，伊嘛是经历过伊的即个挑战。但是较要紧是咱今仔讲说，埃及即以色列百姓要安怎顶当起来，迄个信心要安怎建立起来，就是摩西也管啊，伊管啊，敢若即个即马哈利波特起来管啊，点，咱看啊真神奇，咱无在场啦，咱看电影的，以色列百姓在场，嘛毋是一摆尔呢，毋是一摆就讲咱即个摩西要甲咱讲要带咱，上帝有听咱祈祷，通过摩西要带咱出埃及，咱就缀伊来行。伊安尼一摆就甲咱看着，互咱看见即个神迹。无啊，咱会记即个技术是，包括法老迄心硬到安尼，爱到落尾偷生迄个代志才去互上帝家处理了，伊才会感觉讲好啊，放恁去，但是放恁去，佫放一半的，放甲反悔对无？才会佫派兵去对杀。哇，这故事讲的，最后学生上爱听。迄个信心建立是经历过遮个神迹，包括即个过红海，摩西嘛用拐，所以摩西迄个拐啊，今仔日的即个经文内底，伫旷野伊嘛是用迄个拐啊，所以迄个拐啊行神迹，建立信心，这是一个必然爱经历过的，也就是讲耶稣伫即个世上所做有真侪神迹。所以有真侪人嘛，因为看见耶稣的神迹来找耶稣，但是因毋是要来问道理，是要来找耶稣有啥物款的神奇的代志，是要来下因的意。包括尼哥底母去找耶稣，毋是偷偷去找耶稣，伊是迄个社会名望的人物嘛，就讲哎呦。你若是去找耶稣，比方讲，你普通时教的拢教假，你搁爱去找迄个什物耶稣问道理，所以暗时偷偷去问耶稣对无？问啥物？问伊要问的啦，问讲人要安定头生啊，因为伊耶稣甲伊讲人要定头生，伊讲人是要安定头生，要安怎顾伊老母的腹肚搁生出来，要下我的意袂啊，无下我的意，我来你咧讲啥我听无，所以信心要安怎建立起来？经历过这神迹，第一步，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百姓好决定对这个摩西来出埃及，但是出埃及这路径中间就无遐尼好行，拄着真侪因家己甲上帝即种的中间的学习，家己的叫做40天的路要行，变做40年嘛，对无？后摆40年嘛，讲好我就继续行。既然离开啊嘛，对不对？但是拄着上大的课题是，也就是无水通啉的时，因就开始搁袂记哩上帝对因的即个应允，即个上帝要甲因解决即个问题，迄个信心就开始搁动摇时，才会发生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经文。因咧袂记哩上帝因带到即个强救，一路行。分条火条，日时暗时，拢咧甲因带路保护。然后无通食诶时，就是玛纳照时来互因攻击因教业，你袂使超过体嘛，对无？烟豚互你食饱，这代志因拢袂，敢若讲着讲，我即摆是要啉水，无水通啉，无你是要创啥？要甲阮放伫遮要创？为了照顾，所以信心的动摇。从直接拄着的你甲我咱的伊，若无顺的时，常常咱就会开始，就是敢若讲，到底我即个信了有对无？答案就是清楚，伊是咧咩事？开始来问讲，你迄个上帝是到底是真还是假？你有听我的祈祷？所以袂记你上帝是时刻早就伫你的身边，咧甲你遮保护，要带你行，带我行。所以常常伫个过程中间，真困难去看见即个上帝的即个念意甲伊的作为啊。咱所要爱看是，我看会着，我感受会着。迄个看会着才照我家己的意思。
感受着嘛是来照我家己意思。若无咧，这拢一切拢是假的啦，一切拢是假的。所以伫迄个困境的中间，摩西甲耶和华上帝向对话中间，你来看讲，百姓甲逼到偌惨，迄个拍死迄种可能性拢出现吼。所以上帝讲，摩西讲，你搁一摆用你的管来行神啊，来降起迄个石盘，水流出来，水流出来。所以你发现这历程中间，当然你会看讲，这个上帝嘛是非常的慈悲怜悯吼，一届、两届、三届。咱常常想到讲旧约上帝拢敢若亲像真威严吼，但是咱若看去，伊咧甲以色列百姓的这个互动过程，咱想讲，哎呀，这个上帝哪有听心着吼，一摆、两摆、三摆，所以通过摩西的管来讲迄个石盘流水出来，互因得到这个指看。这个代志引起什么？一个真大的课题嘛。迄个地名好的意思吼，上帝伫咱中间也无。咱问讲嘛，是咱常常咧问的对无？上帝有伫咱中间无？有伫咱教会无？吼，有伫阮中甲阮家无？有咧带我？有听我祈祷？我，耶和华伫阮中间，阮中间。因为这是咱的信用课题，咱要学习的，顺撒人的意，顺撒人的意的信心，是要顺我家己本身，或者是上帝。所以咱伫抗疫的过程中行路，行咱的人生的道路，咱要用咱家己的方式来敲找出咱家己的路，靠咱家己的气力，去甲人教，拢一定有法度度活出一种咱感觉讲袂歹的人生生活。但是结果来讲，迄拢是暂时，迄拢毋是咱会通解决咱永远活生命、永生的即个世人的代志。所以咱的学习要安怎顺服甲军队，不是，即伫迄个现实甲信用、现实甲信用的事，要安怎互伊看袂着望的代志，会通真正做咱的生活的准则标准来带咱行即条路。咱看到耶稣，伊嘛是伫抗疫，伊毋是迷路啊，伊毋是迷路走入去抗疫，伊是要经历过，伊要伫世上完成即个伟大的救世的工作。所以伊进入抗疫3个咱读圣经有3个真主要的人生的考验啊，人生考验，迄是一个准备啦，准备。第一个就是讲食巴肚，即个民生需要肉体需要。食袂饱，穿袂少，咱就感觉讲啊，这要死个信用，无输啊穿，输啊食，输啊这个洗米露，我以前伫山顶，以前咱早期教会有嘛煞美愿嘛，阮遐会友较年长个甲我讲无输无输啊，迄天主教要点3点吼，因拢点的是阮遐平均拢听会着，因咧讲巴达米鲁库洗米露，现实啊。但是，这个人性啦，咱个想要想你信用较浅，信用较浅，咱的信用其实就为浅才会到深嘛，爱经历啦吼。所以抗疫的历程的每一项代志，其实以色列百姓也就是因为经历过抗疫的操练，所以因即个信用的坚定建立迄个基础，在通成做因将来。继续伫迄个救赎恩典的道路顶面咧行，当然通过耶稣的即个来到世间，要来搁将即个旧约完成，搁较交臂啦，交臂。咱煞将即个新约的即个历程，即个功课无因为讲新约就无去啊，无讲因为耶稣恩典细吼，咱就跳过即段。耶稣来到世间嘛是。无因为讲伊是上帝的囝，就跳过即段讲，安尼我较简单一点吼，因为我是上帝的囝，恁家己就家己去做恁的功课。无咧，耶稣诚做大，然后咧经历过咱拢会经历过，人生抗疫主要3大考验，第一节，第二是讲，你的就是直接甲信心有关啊，无你就叫恁的上帝甲你变饼，你食，照到变饼你食。
来个试看卖。啊，第三就讲，啊，无你也有管无？你对厝尾顶跳落。咱的人生生命历程，常常嘛是拢甲这三项主要的信心的考验，即个白做伙啦。所以耶稣伊完成，啊，你讲完成了，应该讲哇，这赞名是真勇哦。你无看到耶稣行到克西马尼，咱嘛想讲，哎呀，咱若我一定讲好，我打起来，是个即个就百姓是个我来。这义讲义气啊！耶稣伫克西马尼讲，若会通吼，叫伊就是讲甲上帝讲，我会通莫做这样代志。另外这就是咱每一个人拢会去拄着的，真实在啦，真实在、真实际这个问题，就是讲，咱拢会经历过抗压的考验，人生性生命是，咱就真实是去诚实去面对的是，爱倒转来想讲，安那咱伫稳定的救恩的世代，咱要安怎来学习？顺主意的是，袂说主耶稣就已经爬啊，替咱爬去饲家啊，已经替咱担当去找罪啊。所以呢，我就来靠势。我虽然安尼，我就意思讲，咱就真凊彩，咱随便来用咱的即个稳定的信心的即个观念。反正我若对上帝怀疑，我就安怎拢无差，我就继续行，反正上帝就通过耶稣甲我救我。毋是，咱人生抗压历程学习顺主意的信心是你甲我咱家己的。是耶稣替咱行出一条，讲你毋免烦恼，你毋免行弯拢路。咱真侪时阵讲，敢对？我这个代志做落去敢对？做到尾来我讲拢浪费时啊，拢白费个，无采工，咱有当做后厝安怎？但是咱即摆地是已经有一个人，就是耶稣。伊替咱行头前安尼，然后伊行的时阵，伊行的路就是，甲咱一般咱咧想的，咱家己咧想的，咱意爱的，毋是，拢无共。伊就是咧不断咧提醒咱，讲行倒来，你爱你的即个路，大条好行，轻松上势，但是呢，迄条路毋是要去救阮的路，所以耶稣不断就是咧甲你讲，爱行倒来即条，咱就真烦，对无？真艰苦对无？这哪会安尼？代志都毋是安尼啊！这代志我看应该是安尼行。咱拢常常咧想这，这就是咱的人生生命信用历程嘛。所以咱为啥物爱讲地主的人福气？地主的人福气，就是唱歌唱了都袂去啊！我一个亲像对我家己较有福气。这就是我家己吼伫生活上去看诊吼，问诊。以前来讲，你说吼，这验血了真好，健康爱保持哦，食物拢毋好像油炒啥，出来了，甲目说，迄臭豆腐袂食，先来食者对无？紧啦，3个月后再来看医生。顺我家己嘛，有啊，这个我家己我都面对的吼，这人性，那我学习的，这是一个小小的笑话，敢若讲人生，咱的生命生活毋是啥物大代志啊。你也发现讲吼，对啦，对小个代志，大个严肃个代志咧，迄吼死到才去讲啦。咱反正毋是逐礼拜去教会啊，毋是逐礼拜礼拜，毋是讲迄个每一工个礼拜，是一礼拜才去一礼拜一摆尔。牧师讲听，咱种是啊，插心一个，了你转来继续顺我的就好啊。人生的抗压你继续行。你要哪找着迄个青翠草埔，要哪会通看见迄个将来愿望，会通是一个标准，迄个迄个瓦壳甲迄个信心的建立，在不断伫迄个顺主意，甲顺你家己的中间，咱不时爱救转来主的头前。迄个冲突的过程，甲迄个学习啊，迄是个历程。你会甲我会通感受讲，主耶稣啊，你的话真正是会通，真做我头前的灯，路上的光，带我行人生的说个真实搁活的路嘛。这个是咱所爱，所以上帝带领，上帝供给。虽然咱会拄着真侪软弱的事，咱嘛通讲我安怎做，我敢若做袂好，
无，哎呀，我的思想敢若比袂过迄个人，送人啦。咱有当时也安尼啦，讲暗时咱家己想吼，我实在是一个罪人，但是呢，咱搁爱讲，敢若惊起，敢若讲咱真勇惊，无紧，这是咱人生。但是呢，你永远袂使忘记你上帝带领甲降级的，就是敢若像以色列百姓共款，无水通啉的迄个时阵，当下咧想的，毋是想讲，无呢，阮食饱，想爱食饱，拢有呢。暗时日时拢免烦恼咧，袂走闪去咧。暗时佫有伙条甲阮保护带，互阮看真清楚。野兽啥拢毋敢来，歹人嘛毋敢来。咱因迄时阵拢无去想这，敢想讲我无水通啉啦，我无水通啉啦。你是要插我，你拢总无听我。咱的上帝，逐时刻已经拢甲你保守带领，降级你的所需。特别已经将你甲我迄个人生的上亲近，我都用家己的气力拄起的这个罪，只要你愿意归向主耶稣，这个罪就会通消除，你就会通去重新再出发。但是迄个消除的，迄个归向主耶稣，迄个归向是主，就是你甲我咱学习嘛，因为咱的甲现实的生活会影响着是。你常常就是甲我共款，常常就是不爱归向主嘛，咱就要顺咱家己的，因为即条路较好行，即条路较大条，即条路较平坦，即条吼拢学了我，讲我的好，袂去讲我需要改变的，迄足长远的。所以上帝带领上是高级。罗马书今仔5章80所。讲互咱提醒就是，若是上帝显明本身疼咱的即个疼痛，因为咱要搁咧做罪人的事，基督已经替咱死啊，这样是啊。这是一个上大生命的即个应允甲奖级啊，就是讲，互你甲我毋免烦恼啊。咱的朋友因来靠足侪功劳去累积的，开钱开时间。若有心的人，若有心的就是讲做功德啊，爱开因的钱，甲开因的时间啊。咱开什么？开你的心尔，开你的心意尔。你的心意有要大心较主耶稣做伙，互伊牵你的手，还是讲你要缀伊的脚步来行，安尼差伫遮尔。安尼敢有啥物款呢？艰难的代志爱做，但是要紧就一个所在啦，你的决定。你的决定，你的决定啦，你的决定，你的决定。一旦你决定落去时，咱就爱用心良苦，爱实心实意来行一条路。即个代志才会通行啦，即个代志才会通行。即个信心才会通成做你真正的生命的支持。若无，你就是一直伫遐咧，敢若咧坐椅仔咧变来变去，坐袂好啦，坐袂好。你的人生就敢若人别人行得真平坦、真快乐，迄个平安喜乐，无法度伫你的生命中，互你会感受着、体会着。敢若食会着无？食袂着，你拢敢若看吧。你真期待，但是你食袂着。许多道咱做即种看会着、食袂着，这真艰苦。咱就爱真正换咱咪拢食会着，然后食了佫无够，佫分互别人食。这个咱基督徒生命着着，爱不断爱去注意，爱去提醒，所以慢慢不断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提醒咱自己吼，要顺煞人。我家己，敢若即个短时间，人生短时间，敢若过了较快活，顺上帝意吼。特别伊佫通过主耶稣，互咱有一个无怨，足歹做诶。耶稣的教示，敢若无偌济啦。咱新的概念拄读了，敢若迄疼上帝甲疼人，咱就感觉真困难，特别是疼人。疼上帝较好讲，因为无人看。我疼上帝，疼人会当拢会看。疼免怎疼？免怎疼？当
咱做伙人是主要说，每一个人拢会通家己真正用咱所起做起来事情做一个依准，咱家己来检验咱家己，互主要说来检验咱家己，互主要说的话来帮助咱。上帝带领，上帝供给，永远袂通袂记这个。你无论你拄着什么境遇，上帝带领，上帝供给。是咱搁伫做罪人的时，主要说已经替咱死，赎回咱啦，毋通失去这个信心，继续来跑走咱人生的道路。望主的话诚做你甲我同在，诚做咱中央教会伫这个所在做光做亮的一个动力。咱当心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要搁做罪人的时，通过主要说，互阮通翻转一个新的活命、新的希望、新的开始。虽然阮环境变迁影响阮、动摇阮的信心，但是阮时刻会记牢上帝带领、上帝供给、上帝通过主要说供给，互阮永远活的生命的标准，互阮通无惊。无惊吓，放胆来跑走阮人生的道路。圣神的开达，时刻暂缓，通过阮的兄弟，大家扶持，手牵手，心连心，做伙来跑走这色暗的圣城，顺上帝伊的信心，赞阮事的情，祈祷靠主圣神名，阿门。咱来用信息574首，信息574首，请起立来用。
家己任上营，姓氏398首，临时山，请护士替咱祝祷。但愿恁通平平安安倒转去。虽然人生旅程若亲像伫旷野，可能会拄着真侪艰难挑战，但是主耶稣要甲恁三个伫地，伊要扶持、保守、安慰恁。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保卫所感动，甲众兄弟姊妹三个伫地，直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我要报告大新，我来介绍一位新的朋友，伊姚琴姚弟兄，好欢迎。啊，搁有迄个轩轩吼，足久无转啊，欢迎啊，他小妹妹。真古水吼，啊，会后大家才甲伊三甲交陪。后周有分担事工的兄弟姊妹，请恁平办心。啊，迄个咱若奉献有出入的，请家己甲会计来订正。消息报告，本日小组的分享是约翰福音3章22节甲5章。啊，本日聚会后，咱有迄个要4楼调开中集会，请中集准备。啊，中会定伫个3月21，甲下晡1点到3点，伫个第一教会有迄个本年度旧年度的迄个孝谱的查社，那请中集书记甲财务人员会当前往。啊，搁有一点，咱机体交通的部分吼，咱请继续为迄个周一乐小朋友伊迄个鼻仔迄个增生的肉有手术过就是可以当恢复较舒服不受耳鸣的影响。搁来就是伫个迄个3月19吼，八如要目睭要搁开刀，请大家为因代祷。3月25红烛节，伊嘛是要开迄个心脏要装电烧吼，电烧吼，因为替代祷，互因会当一切拢会当顺遂。因为最近天气吼，热甲冷讲差真济有几啊个迄个会友兄弟拢有小可感冒伫个扫，因为替因代祷吼，特别为科长老迄个丽霞姐，凤珠姐，
就是说，大家拢会当尽量较注意家己的身躯吼，因为最近感冒较济。咱迄个等下，咱机体交通，请大家一样共款，为着迄个郭碧惠，甲因姐姐一家，郭美惠、郭心怡、周庆祥、周雨恩、周雨乐，搁有蓝雪芳、林奕明、林泽林、林慧玲，因的迄个身心灵，甲因的出入平安，大家来集体的时阵多帮他们祷告。那咱等下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吼，咱敬请迄个林牧师吼，今年要帮他庆生90岁的大寿，90岁大生日吼，咱要替伊庆生，咱即马先替伊唱一个生日歌。因为伊的查某囝吼，甲几下的迄个姊妹拢帮他准备了爱宴，所以咱今日吼，请恁小组聚会煞12:20吼，12:20会记得我们在这边12:20吼，落来下骹做阵来享受他们为大家预备的爱宴。有好康的就对啦。咱等下吼，替林牧师唱生日歌了后，再请王牧师替伊传道，谢谢。林牧师。要先分无？来，咱做伙来同心祈祷牧师先读一段圣经则啦吼。伊的正手有长火烧，伊的倒手有好业甲尊贵，伊的路是快乐的路，伊的路径拢是平安。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的活命是对你遐所赏赐的。你也阮伫世上每一个人拢有你所定着安排的使命，要伫阮地上尽忠尽职来过阮的生活，来荣耀主你的名。今早起，阮也真欢喜，阮做伙组织，也要来为着你所敬听、你所疼惜、你所竞选尽忠的奴仆。临近咱牧师伊90岁的即个生日，阮做伙伫即个所在要来庆祝，做伙来欢喜。祝你经调林牧师伫个生命中间，进入神学教育，受呼召，回应主你经调来受装备，入去神学院训练，受造就，然后毕业，进入到教会来牧养主你的羊群，建设主你的教会，一世人尽忠尽职来养饲主你的羊群，建立主你的教会。
宣扬主你的福音，主你通过伊的手，侪侪人得到祝福，生命得到更新，也通过伊的手去做侪侪教会，主你的福音会通广传伫逐所在，主你答应林牧师，伊也真忠真直回应主你的呼召，真忠真直到真天退休。主你伫伊的生命中有好的作为，通过伊的活命，有通看见主你救恩，主你阮会通也通过林牧师生命的见证，得到印证。阮行的这条路，顺主你的意，是阮至好的一个选择。主，阮愿意继续保守带领林牧师头前的路站，心灵充满主你的恩典、平安喜乐。特别也甲林牧师娘做伙三个弟弟，手牵手，心连心，做伙继续跑走小间圣城这条美好的这个道路。也祝福因这个家族充满主你的恩典，大大会通伫主你所交托的这个福音事工，继续来尽忠尽职，做主你美好的工作。愿主你今仔日早起的这个时间，也成做阮正人的祝福，互阮会通领受这个恩典，成做阮信仰的一个帮衬，通亲像鹰鸟铁石，行也袂野，走也袂先。特别伫林牧师的身上，甲林牧师娘的身上，会通继续扶持跑走因头前的人生路站。阮的祈祷拢是靠主圣主名求。大家平安。那我简短分享约翰福音的部分。那上礼拜没有分享，所以先做个介绍。那约翰福音我们知道它作者就是约翰。那然后它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最晚就是最晚写成的。那但是它和前面3本的那个福音书其实结构不太一样，然后算是风格不太一样。那它比较着重的是那个，就说非常强调耶稣是神又是人哦，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然后那个它里面选跟另外3本福音书选的题材，就是说他没有提到前面3本福音书会提到的一些，譬如说那个耶稣的出生，然后耶稣受试探，还有在那个山上变貌啊，还有那个耶稣那个圣餐，那个在受难前圣餐，还有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这个约翰都没有提这些。那但是他有提到很多前面3本福音书都没有提到的一些部分，譬如说他强调耶稣他强调他自己的见证，还有他就说他那个讲到有
其中有讲到7个我是哦。那我们知道这个我是这个 I am 哦，是那个在旧约那时候神第一次跟摩西讲我是哦，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一次哦。那也是一样哦，就是那个讲到7次哦，就是那个分别就是我是生命的粮，这我们以后会陆续再看到。就是他讲到我是生命的粮，然后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群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等等。那然后它里面约翰福音很多的讲论也跟前3本不一样，就是它的比较多论述是比较像1对1的对话，就是个人谈到的感觉，跟它比较不会像马太或是马可、路加，有的它是对很多群众，在类似布道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在今天的上礼拜跟今天哦，就是那个就很明显有2个例子，一个是那个上礼拜是对那个尼哥底母，今天早上牧师也有谈到哦，他跟尼哥底母的对话。那还有在第4章，就是他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哦，这都是非常经典的。然后里面很多可以讨论、可以分享的地方。那另外约翰福音他选的那个神迹也和前3本不一样，就是他选了7个神迹，那只有1个神迹是和前3本是有提到，就是让5000人吃饱。那其他的神迹都是前3本没有提到。对，应该是2个吧，对不起。那所以有5个是前3本福音书都没有提到的神迹，那也都是要凸显约翰要表达，就是那个透过这个神迹要那个指向这个耶稣是他的神性跟人性的部分。那配合我们今天那个牧师讲到，也是可以我们可以一起融合了，就是说那个强调我们人的信心哦，就是耶稣也一直强调人的信心，就是你是要持续的相信，然后那个不是说要一直在经历，一直在进步。那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进度是第5章嘛，那第5章就是有那个刚刚讲约翰福音出现了7个神迹，那到第5章为止，现在已经出现两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上礼拜那个使水变酒的神迹，那第2个神迹就是在第4章的地方，就是他医治那个在加百农医治那个一个大臣的儿子这样。那大概介绍是这样子。好，谢谢。好，咱只是要闭会，闭会了，咱才互相请安。平安，然后等一下记得小组。